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天山人谈真相节目，我是Farhad Qurban Tanrıdağlı。今天是2022年12月1日，星期四。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乌鲁木齐1124民宅大火和以数十名维吾尔烈士的鲜血换来的白纸运动。各位网友，关于乌鲁木齐1124夺命大火中遇难的人数，说法不一，仍然没有能够确定。中共当局宣布10人死亡，9人受重伤。自由媒体报道的数据是44人死亡。世界维吾尔大会宣布目前有60余人死亡，但可能会增加，所以我暂时选用数十名烈士的说法。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障碍还是中共无视和肆意侵犯当代世界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如信息自由、新闻自由、思想自由等基本人权，实行严密封锁。从这个角度来讲，乌鲁木齐1124夺命大火事件对已蔓延到全中国多个省市、上百所高校的白纸运动和兴起在全球各地的白纸革命有着历史性的意义。借此机会，我再次悼念乌鲁木齐1124夺命大火事件中死去的烈士们，求真主赐给他们天堂，阿们。1月26日周六晚上，上海民众聚集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悼念乌鲁木齐民宅火灾遇难者。在这里，我也向上海民众表示敬意。各位网友，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一直到90年代初，维吾尔人在中国的每城市好客大方、能歌善舞的民族。在1989年的6·4运动的领袖们当中，有一位维吾尔族青年叫乌尔开西，是北京市临时学联发起人，后任北高联第2任主席。在当年5月18日，作为学生代表与中共总理李鹏见面对话。当他表现出色的谈判能力的时候，全国人民也一起为他感到骄傲的。后来，中共政权和他的由法西斯知识分子组成的团队，在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敏感问题上精心策划出一系列阴谋，以便把维吾尔人向汉族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推崇为暴徒和恐怖分子。其目的是将要进行的种族灭绝罪面前，让汉族人民和世界公众保持沉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圈套之一是2009年7月5日发生的乌鲁木齐血腥冲突。本来是一场由大学生组织的要求正义的和平游行，既然被中共政府向人群里插入挑衅者，将其变成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的血腥冲突。通过器物事件，中共政府迈出了在东托吉斯坦种族灭绝的第一步，在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同时也为将汉族和世界人民对中共的种族灭绝罪保持沉默打下了基础。结果2014年，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经济学讲师伊勒哈姆托合提
只是因为讨论涉及维吾尔人和汉人关系的社会问题上发表一些文章，而被中共指控为分裂国家罪，并判处无期徒刑。而伊勒哈木的律师李方平喊冤，伊勒哈木是因为言论自由而被定罪，那时汉族人民也保持了沉默。当几百万维吾尔人被习近平政权和他的法西斯团队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为借口关进集中营时，汉族人民也毫不在乎。明明看到关在集中营的是包括学者、作家、诗人、记者、艺术家、明星、工人、学生和农民的无辜平民百姓，连在内地足球队里踢球的维吾尔球星也不放过。这时没有人好奇别人打击恐怖主义是针对手里拿着武器作战的恐怖分子，而中共关进集中营的人们和恐怖主义毫无关系。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谁都没有问过。维吾尔人作为在人类文明史上做出过很多贡献的、享有悠久历史的、最热爱和平的一个民族，怎么能一下子变成恐怖分子呢？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当多年的老邻居、患难之交的维吾尔人被习近平政权以最恶劣的手段遭受到种族灭绝的时候，多数汉族人表现出无所谓、手视无睹，甚至幸灾乐祸。这都是因为中共政权为了达到彻底消除维吾尔人的目的，给世人设了圈套，欺骗了汉族人民和世界公众。关于中共针对维吾尔等突厥人民所实行种族灭绝的根本原因，我在本台之前的节目中做过详细的分析，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2017年以后，随着新疆文件、新疆警察档案文件集、赵克志秘密讲话、出境未归人员亲属送陪学院名单等一批反映中共关于集中营的真实情况的秘密资料和中共政府内部文件的泄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方发展国家看到了中共丑恶的面目。世界公众终于明白上了中共的当，并认清了被中共欺骗的现实。现在文明世界站在维吾尔人一边，把中共不择手段针对维吾尔人的暴行定义为种族灭绝罪。习近平政权把反人类清零防疫措施也当作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的一种手段来实行，结果造成了乌鲁木齐民灾火灾。这场大火是否能终结清零防疫？这个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会有答复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以数十名维吾尔烈士的鲜血换来的白纸运动蔓延到世界各地，变成了争取自由的象征，变成了白纸革命。但愿有正义感的汉族人民在为自由而奋斗的同时，也同情那些在集中营里遭受折磨的无辜百姓。但愿在喊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的口号时，也齐声大喊废除集中营、停止种族灭绝、还维吾尔人自由的口号。这样那些遇难者的鲜血才不会白流，
烈士的灵魂才会安息。更重要的是，这样将习近平抹在汉族人民脸上的黑印也才会洗掉。谢谢收看。